听见这些的嘞，大家好。这里俺做了咱继续吧，明白点吧写的这个音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4课看病。生活中难免有磕磕碰碰，就像人有时难免要生病。特别是第一次到高原地区去，您可能会有所反应，但是休息1-2天也就缓过去了。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，你可得找医生看哦。今天我和编巴老师就看病一课，给大家教一些比较常用的句子。那么说起看病，当然得去找医生。那么大夫您好这句话用藏语应该怎么表达呢？Amjila，这些的嘞。大夫你好。Amjila，这是的嘞。大夫您好。Amjila，这是的嘞。大夫您好。接着你就得跟大夫说你的一些症状，比如说我感冒了，有点发烧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啊，枪吧，给不下。错啊，到咱给比。我感冒了，有一点发烧。啊，枪吧，给不下。操啊，到咱给比。我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啊，枪吧，给不下。操啊，到咱给比。啊，枪吧，给不下。操啊，到咱给比。我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啊，枪吧，给不下。操啊，到咱给比。我感冒了，有点发烧。体温是38度，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吕翠度松就缩盖之下。体温是38度。吕翠度松就缩盖之下。体温是38度。我还得继续跟医生说我的症状，主要是有点头疼，还咳嗽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？做国内的头痛落结比，主要头疼还咳嗽。做国内的头痛落到咱结比，主要是头痛还带点咳嗽。主要是头疼还咳嗽。做国内的头痛落结比，主要是头疼还咳嗽。我吃什么药才会好？这个呢？啊，咩卡嘞，谁呢？这个谁？我吃什么药才能好？啊，咩卡嘞，谁呢？这个谁？我吃什么药才会好？啊，咩卡嘞，谁呢？这个谁？我吃什么药才会好？医生嘱咐我要多喝开水，少吃辣椒。去，快吗？忙咱们痛，什么用咱们说。多喝一点开水，少吃点辣椒。去，快吗？忙咱们动，这边用咱们说。多喝点开水，少吃辣椒。去快吗？忙咱们痛，什么用咱们说。要多喝开水，少吃辣椒。打2针就好了，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？可你给呢？这个是打2针就好。可你给呢？这个是打2针就好了。可你给呢？这个是打2针就好了。可你给呢？这个是打2针就好了。那我感到恶心，用藏语应该怎么说？啊，公米儿冷气。我感到恶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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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大夫告诉我，你这是高山反应，要好好休息2天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키랑 키테 러두지你们你年速亚不给不是？您这是高山反应，要好好休息2天。
키랑키 티 러두시 예소 니문니给不是你这是高山反应，要休息2天。 키랑키 테 러두시 니문니 잠 예수 야보给不是您这是高山反应，要好好休息2天。还想提醒大家，在高原上得了病，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。这个句子用藏语怎么说？ 사토로 나나 인지 강한 격격 MG 颠过时，高原上得了病，一定尽快要看医生。 사토르 나는 인지 강한 격격 음질 颠过时，高原上得了病，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。在高原上得了病，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。 사토르 나는 인지 강한 격격 음질 颠过时，在高原上得了病，一定要尽快找医生看。 사토로 나나 인지 강한 격격 MG 颠过时，在高原上得了病，一定要尽快看医生。前面我们学习了针对看病一课的比较常用的句式，下面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重点学习一下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。针对重要句型，下面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。我们的第一种句型是：大夫，我什么什么疼。 엄지라, 나, 가르가르, 너기. 比如，大夫，我头疼。엄지라, 나, 고너기. 大夫，我头疼。 엄지라, 나, 고너기. 大夫，我头疼。比如，大夫，我肚子疼。엄지라, 나, 초코너기. 大夫，我肚子疼。 엄지라, 나, 최고, 너기. 大夫，我肚子疼。大夫，我腰疼。엄지라, 나, 깨바, 너기. 大夫，我腰疼。 엄지라, 나, 깨바, 너기. 大夫，我腰疼。大夫，我眼睛疼。엄지라, 나, 믹, 너기. 我眼睛疼。 엄지라, 나, 미, 너기. 大夫，我眼睛疼。大夫，我腿疼。엄지라, 나, 깡바, 너기. 大夫，我腿疼。 엄지라, 나, 깡바, 너기. 大夫，我腿疼。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2种句型。第2种句型是：你吃点什么什么就会好的。키랑키, 가르가르, 떡잠취나, 저그지. 比如说，你吃点珍珠7时就会好的。키랑키, 무디 둔주, 떡잠취나, 저그지. 你吃点珍珠7时就会好的。 키랑키, 무디 둔주, 떡잠취나, 저그지. 你吃点珍珠7时就会好的。比如说，你吃点长蕨就会好的。키랑키, 장조로, 떡잠취나, 저그지. 你吃点长蕨就会好的。 키랑키, 장조, 떡잠취나, 저그지. 你吃点长蕨就会好的。你吃点感冒药就会好的。키랑키, 참배매, 떡잠취나, 저그지. 你吃点感冒药就会好的。 키랑키, 참배매, 떡잠취나, 저그지. 你吃点感冒药就会好的。你吃点阿司匹林就会好的。키랑키, 아스피린, 떡잠취나,
这个是，你吃点阿司匹林就会好的。키랑키 아스피린都怎么吃呢？这个是，你吃点儿阿司匹林就会好的。第三种句型是，你这是什么什么，要好好治疗。这里指病。你这是什么什么，要好好治疗。在藏语里应该是 키랑키 나즈티 카르카르시面具亚波切过些。比如，你这是肺炎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 로체 시面具亚波切过些。你这是肺炎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 로체 시面具亚波切过些。您这是肺炎，要好好治疗。你这是肺结核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 로종 네시面具亚波切过些。你这是肺结核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 로종키 네시面具亚波切过些。您这是肺结核，要好好治疗。你这是痢疾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先练习面具亚波切过些。你这是痢疾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先练习面具亚波切过些。您这是痢疾，要好好治疗。你这是肠炎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 교체시面具亚波切过些。你这是肠炎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 교체시面具亚波切过些。您这是肠炎，要好好治疗。你这是肝病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侵略时面具亚波切过些。你这是肝病，要好好治疗。키랑키 나즈티侵略时面具亚波切过些。您这是肝病，要好好治疗。